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到阮鄉民出入甲南區就個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塞車塞到要先經這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11月14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進前的丹納斯風颱造成7個沙洲破堤，雖然已經緊急修復，不過中央核准的17.6億沙洲修復的相關治水經費，也閣需要時間，所以市府就先提撥1900萬來進行應急工程。嘛，好在這屆風颱無造成威脅。議員蔡秋蘭在市政總質詢，就要求市府一定要全面提升沿海防災能力。議員蔡秋蘭在總質詢針對7月丹納斯風颱造成7個西寮里災情嚴重，感謝市府第一時間的整合中央甲地方資源，優先完成西寮社區600公尺堤防加懸加青山港沙洲的搶修工程。為中強調這擺風颱侵襲有驚到好在無危險，所以進一步希望被風颱衝出破口的沙洲甲沿海社區一定要徹底防護。即擺就是講，你接下來是不是要安怎來到位，把這個口要安怎來全面維護成功啦？是安怎？是迄個7月15議長有來嘛議長你嘛有到嘛議長一直在督促市長有甲議長左院長爭取到17.6億元17.6億元就是講咱10.2億元是要來做沙洲會沙洲會這10.2億元中央會來處理那其他的講咱在做防潮閘啦，做這個
3道防線啥，這攏會做，這市長有交辦啊。啊，即嘛嘛咧設計啊，我甲議員報告，你所關心的，啊，市長有特別甲我交代，講一定要緊做。啊，因為市長有討論經費，我就敢做啊嘛。啊，所以即嘛當咧設計安尼。議員對來關心地水工程面對西港173線跨過一個到麻豆吃厝寮的跨閘門溪橋建設，以及興建南41線嘉里西港段等進度究竟如何？嘛要求干務局回應。對此，局長表示，173線跨閘門溪橋中央已經核定54億，目前已經有2億規劃設計費正積極進行，希望因應南科快速發展的交通需求。台南新聞軍籍林英庚採訪報道。市府今年興辦社會主體，包括林德甲永康兩位的主體，攏已經完工入厝。另外，北區的社會主體嘛，打算在今年12月公告招租。議員蔡素秋今在總質詢關心嘉里區第一座社會主體，動土以後續的規劃時程到底是如何呢？希望給當地民眾一個交代。面對台南第一座進駐嘉里區的社會主體，今年11月已經順利動工。議員蔡素秋今對來感謝中央投資甲市府合作，興建高達8億7千多萬的社會主體六安好事，來照顧民眾客氣的需求。萬餘民眾攏相當關心後續完工甲相關招租時程，所以總質詢要求局長講清楚。中央甲地方努力成果實際正義，大家感謝大家努力的成果吼，今仔日六安好事嘛。啊，當然咱要來請問那個局長就是對，咱六安好事動土了，什麼時候完工？什麼階段要來互迄個來咱來公告招租？伊預定是117年底完工啦，所以118年到我就開始迄個招租啦。根據了解，市府興辦社會主體今年都交出真水的成績單，除了林德宜居仁愛以及永康宜居成功攏完工入厝，為佇北區的宜居小東，則預計今年12月要公告招租，希望加緊腳步為民眾提供客氣的新選擇。台南新聞軍籍林英庚採訪報道。這件代誌，尤其是公益關懷活動，會當一做就是20檔，實在是無簡單。林德區農會辦理幸福農村聯合成果展，以及愛心竹筒仔等後頭的活動。農會總幹事曾家哲率先捐出1萬塊的紅包，帶動農會員工熱情響應。家政班的婆婆媽媽嘛現場破竹筒仔，將錢筒仔捐進予家扶中心。林德區農會業績優良，得獎無數。除了在108年得到農委會第一屆全國6大綠色照顧優良典範以外，嘛被列為全省前10名優良農會。今年家政班也在114年台南市特色家政班活動當中，得到人之水的冠軍造型，非常無簡單。而且不只是人水，林德區農會的心更加水。家扶愛心竹筒回娘家活動已經是連續20檔舉辦。已經成為農會長期愛心關懷傳統。今仔日是咱仁德農會一年一度的迄個愛心竹筒回娘家的活動已經20年由咱這個家政班這個婆婆媽媽甲阮這個同仁大家依着一支小小的竹筒裝了着滿滿愛心來幫忙着咱這個弱勢的家庭，甲這囡仔學費來幫忙着這囡仔，可以讀冊安尼會當安心安尼。阮農會今仔日咱家政班甲青農甲高齡者4件辦着一個義賣所得的攏要來捐予咱家扶中心來幫忙着這囡仔。北台灣家扶中心的這個服務地區年初的時候。我們在南溪、玉井、南化這邊都是地震，遭逢嚴重的地震。那年中的時候，那我們這個海線北門、佳里、學甲地區又遭受到很嚴重的風災。我們有的家庭的屋頂都掀開了。那我們正為明年的這個助學款這個傷腦筋的時候，那我們仁德農會今年還是一樣，第20年持續的幫忙我們。那這些破開的竹筒的每一分錢，都是用來我們明年2月中以後。那個過年後，我們要發給我們弱勢兒童的獎學金，
希望這個獎學金能提供我們的兒童可以讓他用在這個助學這上面讓他可以有發展。那我們這次也非常感謝仁德區農會也同時祝福仁德區農會100歲生日快樂！今日的27個得獎，總共得到80544塊。家政班的婆婆媽媽知影今年台南歷經地動風災了後，經費籌措困難，也紛紛提出紅包捐贈。全部171個紅包，募得302755塊，響應北台南家扶。現場佫加上青農、家政、高齡佮世建會聯合義賣，募得74050塊，總計捐贈457,349塊。而累計20冬來，仁德區農會愛心捐款也已經高達350多萬，溫暖善行，使人敬佩。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2025虎頭埤水甲綠艋舏戲水節，11月16號將在虎頭埤風景區鬧熱登場。現場不只有趣味十足的闖關遊戲，更有豐富好禮、餐車美食以及毛小孩遊樂區。歡迎民眾規家伙做伙帶着毛小孩去參加。市長黃偉哲表示，虎頭埤是台南真有代表性的自然觀光資產。今年的水與綠艋舏戲水節活動，唔僅延續市府推動自然旅遊的理念，更加納入毛孩友善佮親子的活動，以及家庭佮寵物為活動的主角。希望透過這場結合娛樂佮環保的戲水節，讓更多人認識虎頭埤的自然的水。虎頭埤是全台灣最早的水庫，有150年的歷史，而且是一個活的水庫，現在還在服務着農民。但是虎頭埤的風景區已經變成一個遠近馳名、大家都喜歡的地方。以前也是南營8大景之一。那麼我們這次除了虎頭埤原先的這個設施之外，又舉辦了非常多的艋舏活動。什麼叫艋舏？就是帶着家中的毛小孩，還有家中的小孩一起來做度過一個親子快樂的假日。所以在11月16日的時候歡迎。先前我們舉辦了虎頭埤泳渡虎頭埤這個是很多喜歡運動游泳的朋友可以來。那現在是喜歡居家這個同遊合家快樂的人也可以來虎頭埤。現場還有許多美食，還有許多這個文創攤位等着你，所以歡迎大家1116艋舏節來虎頭埤。市府觀光旅局長林國華嘛表示，這屆活動設計4大闖關的挑戰，除了有考驗大小朋友的技巧以及毛小孩的默契，另外嘛感謝科技總動員社團的支持甲參與，希望所有的大小朋友甲毛小孩攏會用到虎頭埤來度過歡樂的假期。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位於北區成功路靠近台南火車站的大飯店，開幕3天。今年3月得到交通部5星級旅館的認證，5月閣再取得環境部碳足跡標籤。在11月邁入3周年的時刻，以台灣文化為主題，推出大房餐飲的優惠、工業關會等等系列的慶祝活動，希望打造永續的在地品牌。以在地自創品牌進軍台南市中心以及整區的時隆軒大飯店，已經要請迎迎接3周年。2周年慶期間，業者除了推出印尼舞團等多元族群的表演，讓旅客一日大廳得當感受異國風情。嘛推出在美食之都國際餐飲藝術挑戰賽當中，摘下金牌當中金牌等料理成績，要甲市民分享，嘛要讓大家
嘅一個啉者，就知影是台南味。我們的團隊都很年輕，然後都很願意做一些在地推廣的部分，因為 ESG 的理念就是用在地的食材，然後來做一些料理上面的演繹，或是在這個住房上面的體驗。為了肯定該飯店營運3檔，就通過5000家旅館的認證等績效，市場委託嘛前來見證因打造在地品牌、營銷標杆的用心。尤其它所在的位置所提供的服務品質，以及整個餐飲的服務都是中間的佼佼者，所以我們希望未來在喜隆軒能夠伴隨台南的成長，能夠更加經濟更加好，能夠引領台南的這個餐飲旅宿業。大家分享是11月18號，該飯店發揮企業社會責任，嘛將舉辦第3屆關懷行動，號召民眾踴躍參加。台南新聞軍籍楊順懷採訪報道。來自印度西金邦的阿倫，甲伊的兄弟盧卡，選擇佇台灣的美食之都台南開餐廳。料理餐點所使用的調味料甲香料，全部攏是無小成本遠道而來，希望將上界正統的印度家鄉的風味分享給台灣的民眾。與太太在澳洲相識，婚後決定來台定居。來自印度東北部西金邦的阿倫，選在台灣的美食之都創業，要將家鄉的美味獻給最懂吃的台南人。Tainan is very famous for the food. You know, we have many different kind of food here in Tainan. So we decide to open a restaurant like where we can give some authentic Indian food. Falafel 主廚 Luca 過去曾在印度5星酒店服務，這次與哥哥一起合開餐廳，希望透過他的手藝，讓更多台灣朋友品嘗最道地的北印度菜，如同 Falafel 的英文店名 Flavor Flame 一樣。呈現給消費者充滿風味的火焰美食。We try to get a fresh ingredient, and we create our own masalas. And every food we cook right now is freshly cooked. You know, we don't preserve any food in a thing and microwave and give it. We make it right now, and that's why it do take time, but it's juicy. It have freshness on food, and plus we use real ingredients. We don't buy from packet from the, you know, we create our own masalas by ourselves. So I think that's the difference. You know, we try to bring in the food and sector here in Taiwan. 在口味上堅持傳統，在擺盤上發揮創意。Falafel 利用各種天然食材製作的醬汁點綴餐盤，視覺味覺雙享受，不少顧客都感到相當的驚豔。還蠻讓人驚豔。Flavor Flame is amazing. It is outstanding. It's fresh. The seasoning is to perfection. Most of Indian, we eat more, a little bit salty, a little bit more spicy. We just don't put more chili and salt. Other than that, you know, the whole masala and ingredients are same, sir. And I think Taiwanese people are very smart people. We know, like in Taiwan, we know what's a real food. We know what we like. We know what's a nice food. So Taiwanese people really understand. Falafel 印度餐廳位於西門路一段與五妃街口，現點現炒，不預先料理或微波的方式，就是要讓消費者品嘗到最傳統的家鄉味。老闆阿倫也提醒，因為餐點都是現做，每道菜大約需要15分鐘才能上桌。不過，相信等待一定是值得的。Falafel很好吃，讚！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全台500碗美食名單當中，有一間位於高雄鹽埕的古早味麵店，已經連續2檔入圍。招牌雞絲麵，滋味雖然簡單樸實，卻是讓真濟人食過以後攏會真思念。現主時更加是吸引未少外地人慕名前來品嘗。中午11點半還不到開店時間，門前卻已經有不少客人依序排隊，等待點餐入座。開業50多年的古早味麵店，是許多高雄人都知道的鹽埕老字號美食，更連續2年入圍全台500碗美食名單。還蠻常來的，它雞絲乾麵，加鴨蛋、滷鴨蛋這樣。然後我也常買他們的那個麵回去煮，很香，跟一般的雞絲麵吃起來完全不一樣。對，就是口感上它不是
那麼的軟，就是軟硬適中，對啊，所以我們同事都還蠻喜歡啊，所以我們就是有機會的話，我們就會一起來點餐。今天是算我第2次來啊，因为我之前工作有来這邊吃過1次，覺得還不錯吃，所以來高雄玩就帶女朋友一起來嘗試這間雞絲麵這樣子。對。他今天就點雞絲麵、雞冠跟豬舌肉湯。雞絲麵真的很香。從點餐到煮麵、攪拌，再送上桌，一家3代相互合作，讓用餐的饕客們能夠盡快享用餐點。招牌雞絲麵雖然沒有過多調味，但簡單樸實的古早滋味，卻讓客人們難以忘懷。有經過就來了，雞絲麵它的鴨蛋口味不錯，古早味了。我們開50幾年了，那我們是雞絲麵的專賣店。对啊，就只有賣乾麵跟湯麵，跟一般的鍋燒麵不同。我們跟一般的雞絲麵不一樣，我們是麵條做的，然後外面的雞絲麵是麵線做的，比較軟，而我們的比較 Q。我們還有加上雞蛋跟鴨蛋，所以會比較有蛋香。老客人很多啊。都是小時候吃到大，吃到結婚生子，又帶小孩子來吃。忙碌的小店中，傳承的不只是多年來的簡單美味，更是那份成為南部特色的濃濃人情味。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工時長壓力大，閣愛排績效，造成上班族的情緒健康出問題。經過人力銀行上新的調查。高達7成2的上班族曾經因為工作鬱卒、委屈想要好，閣有9成1家己感覺比以前閣較容易因為工作而受氣。專家指出，工作甲經濟壓力是造成情緒緊張的主要原因。反映台灣這場壓力世代困境。房市退燒，限貸令衝擊，讓36歲的房仲 Carrie 月收入從20萬跌到3萬多，壓力暴增，導致焦慮失眠，依賴藥物入睡。為尋求平衡，他放棄直營店，轉戰加盟店，並兼職打工補貼生活，期盼重新找回自主與健康。大概睡1-2個小時就會醒來一次，因為你每天可能就會擔心這個月還沒有成交，那也找不到委託的屋主或是要買的買方在哪裡，所以你這個月的收入。可能這個月沒有業績的話，下個月其實就沒有收入。可是你的既定的開銷還是都有，因為像房租、車貸，然後孝親費，還有一些就是哩哩扣扣的雜費，其實基本上每個月開銷你大概就要抓5到6萬以上嘛。對，然後每天其實就是會擔心不知道去哪裡，有點在籌錢的感覺。以前舒壓可能是去按摩，那現在的話因為要省開銷嘛，所以可能就是開車去山上或是海邊。那其實很多房仲就是也會喜歡去拜拜，那我可能就也是去拜拜的同時，就是開車去晃一晃自己在車上這樣子，就是算一個放鬆，就是又省錢的方式。23歲的 Ryan 是銀行理專，面對業績壓力與主管冷嘲熱諷，長期焦慮失眠，掉髮嚴重，撐了10個多月後決定離職，身心狀況明顯改善，如今重拾自信，迎接新工作，笑稱離職真能治百病。業績沒有達標，可能每個月我們一定都還會有檢討。那除此之外，其實每天早上啊、中午、下午，其實我們經理或是主管其實也都會來跟我們對行程、對數字，所以其實他壓力算是每一天都會有一定的壓力。那你就算沒達到，或者說你可能當天他不會是當週去抓一次你的業績沒達，他可能是當天就抓你當天沒達到，或者說你可能這個上午你沒達到，或這個下午你沒達到，他就要把壓力去跟你怎麼講，去跟你就是做一些關懷啦。對，那其實他這樣累積下來，其實就是壓力會慢慢一直升高。那可能在最後其實就會蠻心力交瘁的，因為會一直在思考到底要怎麼去解決這個狀況。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高達72%上班族坦言曾因工作鬱悶、委屈想哭，9%自覺比以往更容易因工作而憤怒。進一步調查顯示，僅有27%上班族會尋求心理諮商協助，代表多數人仍選擇壓抑或自行消化壓力。
有高達40%的上班族，他們自評其實是壓力過大的。那壓力的主要來源，第一當然就是工作上的壓力，再來是經濟壓力，然後第三則是身心健康的壓力。那其實大概有72%的上班族反映說，他們曾經有因為工作而產生委屈啊、想哭這樣子的想法，而且有1成的人常常會有這樣的念頭。那另外呢，大概有90%以上的人他們會覺得，其實在工作上的壓力真的很大，常會讓他們覺得，36%的人表示有心力交瘁這樣的狀況。那其實面對到壓力，大概有超過50%的上班族，他們會有自己一套紓壓的方式。最常見的就比如說像是吃美食啊，還有健身運動啊，然後聽音樂、追劇，或者是短期的小旅行等等。值得關注的是，高達95%上班族支持带薪身心調適假，盼政府與企業正視心理健康議題。專家建議，上班族應善用免費心理諮商資源，企業應主動打造友善職場，讓員工在工作與生活間找到平衡。記者李慧台北報道。感謝你收看11月14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泉，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你們知道嗎？台灣即將迎來新的里程碑，是什麼？是什麼？這件事和你們都有關係，就是民法成年年齡修正了。那會有什麼改變嗎？改變可大了呢！從112年1月1日起，滿18歲就是成年人嘍。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滿18歲以後才能結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簽契約、租房子、到銀行開戶。不過，成年人也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做任何決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們會趕快去了解權利義務，邁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
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